镜头转来咱国内，今暝伫咧30暗时9点外的时阵，传出超商的抢案。有一个50多岁姓刘的嫌犯，伊趁店员伫咧交班的时阵，撞入去店里，抢走现金6000块，而且甲店员起卡动手了后，就随逃走。警方经过透暝搜查，伫透早4点外抓到这个杀人，还有过失致死前科的嫌犯。暗时金门的街仔路是真安静，便利超商的门口煞是微风锁线。警方接到通报，30暗时9点外，有一个差不多50多岁查甫人，趁店员暗时交班伫咧算钱的时阵，冲入去店里，甲店员起卡动手，抢走6000块的现金，了后就随逃走。加在店员就伤无大碍。也没有说可能就是拉扯的时候可能受伤，就是可能破皮这样，没有说就是自行去验伤。去店里的人客看门口有封锁线，是拢惊一条。听讲金门发生抢劫的案件，是感觉不可思议。金门会有人抢劫？就是有，我觉得很奇怪。好扯哦！这间超商伫咧金门塔后村附近，警方随派人去现场搜证，研判这个嫌犯趁天暗嘛，佮大雾，抢劫了后，避伫咧边仔的草圃仔逃走。警方用7点外钟透暝搜查，总算伫咧透早4点外抓到这个50多岁有杀人佮过失致死前科姓刘的嫌犯。派员前往刘敏之住屋处及徒步逃逸之塔后地区进行地毯式搜索，经20多名警力细心漏夜的搜查。在31日4时48分许，在环岛南路4段560号附近，查获犯嫌。根据了解，这个嫌犯被抓到的时阵，伊踮伫咧另外一间超商，规分尸全收尾。伊讲伊欠钱通用，才打位台湾来金门做工课第2天，就犯超商抢劫的案件。警方讯后以强盗罪，甲伊移送法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